然后呢，就是这个丁尼句呢，就是有中丁尼呢，就是前面应该有个丁尼，就是上是这个文殊师利啊，就是有这么一句，然后就是这个是中的一个，也就是说辨别三藏的一个论点呢，就是宗大师首先呢，就是造这个论的时候呢，就是丁尼这个他的这个传承上师和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分别的这个丁尼呢，宋词当中是依照就是依凭照见于参仰智慧描述看无常，车间传述缘起者至尊佛前契数理。那么这个是将这个作者呢，就是首先是以这个终结这个全论的这种方式来先就是定义这个沃登大师这个释迦牟尼佛就释迦牟尼佛。它是什么样的这个赞颂呢？它这个赞颂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论义呢，就是有密切的关系就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佛陀呢就是依照这个自己的这个能力就凭借自己的这种能力呢就是完全的就是照见了这个缘起空性的这个意义。就缘起空性的这个意义，缘起空性呢，它有这个神义缘起和世俗缘起，而世俗缘起呢，依靠缘而起就是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不起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而神义缘起的话呢，这样因缘而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个神义当中的话呢，远离这个四边八系的。就是远离一切这个相状的就这样的这种这个本性就这本性呢，就是其实包括在这个缘起两个字当中。那么佛陀的话呢，也就是说呢，就是他的经所有者和如所有者呢，完全能照见就是神义空性的一切法和世俗现象的一切法就是这一切法呢，就是完全就是照见的。那么这样的这个缘起性空的道理呢，就是唯有的佛陀呢，就是照见的，而且呢，就是他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有缘的众生面前呢，就是直截了当的可以这个阐演，就是般若空性的这样的这个法门，缘起这个性空的这样一个法门。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称得上是佛陀是这个他的智慧是无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证悟了这个缘起空性法门。然后这个佛陀的这种这种教育也好，就是说法的话呢，他在这个怎么说就是说法上面的话呢，就是最这个无上的就是他这个宣说者或者是道士呢，就是最无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的这个真的缘起呢，在众生面前呢，就是可以就直截了当的，就是宣说出来。就是宣说出来。正因为是这样呢，佛陀这个车见缘起、宣传缘起、传述缘起这样的这个尊者面前呢，就至尊宗喀巴大师他呢就是像这样的至尊佛陀面前呢，就是毕恭毕敬的进行就是定念所以我们那个就是龙蒙菩萨呢，就是在那个中观根本会论的这个最后一个偈颂就非常这个关键，因为全论呢就是已经大量的这个校正和例证了，已经宣说抉择了就是万法空性的道理。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龙蒙菩萨也是以感恩戴德的心呢就再次的就是向这个佛陀呢就是做一个定力就是乔谈大顺住你们速正法就是你们速正法什么端出一切见我今七数年就我今七数年。所以我等很多的这个后学者的话呢，就是以这个偈颂来经常呢就是赞叹就是佛陀就是乔达摩大师，也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你是这个怜悯就是所有的众生，说了这个缘起正法，这样的这个缘起正法呢，就是其实端出就是无量众生的这个谢见迷念就是无名的这个妄所以说呢他就想起了这样的这个佛陀的恩德的时候呢，就是再三地呢，我记得我们门芬仁波切
中观专论释的这个开端的话呢，也主要这个讲到了就是这个玄索就圣妙的这个缘起法门呢，就是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是就无与伦比的就是所以呢，就是也先就是做这个定义还有这个中观六论的其他的有些论点，这个前面呢就是也以这个是哪一个论的我忘了，就是是也有这个佛陀赞叹佛陀的时候呢，因为佛陀是证悟了缘起空性，就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这个定义它。佛陀跟那个其他的一些时间智者呢就不同的。时间智者呢，他在某一个可能是这个领域当中呢，就是对社会、对人类呢，就是有着这个贡献的。但是呢，真正就是佛陀跟这个其他之间的差别呢，佛陀是完全宣说了这个缘起空性。这样以后呢，我们让这个戒惧就是心理的这种这个疾病这种大遗忘呢，就是的确非常的这个罕见。因此呢，应该是《毗拉耶经》里面也是这个对佛陀的这个逆战的时候呢，也有这么一句就经历大遗忘，什么这个三了欲性病就是经历大遗忘，三了就是疗方的了，就是三了这个欲性病，就是性的病呢，就是它可以师尊虽在愿宁宁慧眼会什么这个慧眼命吧，就是虽然师尊呢离我可能就是时间遥远，距离这个遥远，离我现在呢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因缘比较遥远，但是通过他的这个教言呢，通过他的这种这个传法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会员呢，就是可以这个睁开让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可以这个开启的就可以开启的。我都经常想就是2500多年的这个佛陀呢，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广传这个三法论。虽然我们当时呢，就是没有机会，就是亲自见到就是佛陀的这个尊严，但是呢，我们有缘就现在依止这个善知识，同时呢，依靠善知识的巧觉而让懂到就是这个佛陀的这种缘起空性的这个法门，这就是真的非常这个幸运非常这个欢喜，不是口头上说的就经常自己呢，就是遇到了一些。怎么说就时间上的一些这个学说也好，时间上的一些所谓的这些道士老师教授就这些人跟交往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自以为是，认为是自己所学的和自己所参演的这种这个知识呢，就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可是真正用我们的这个智慧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在这么就是庞大的世界当中这么繁多的这个人类当中的话呢，我们这个所遇到的这个教育，也就是说是佛陀的这个空性法门的教育的话呢，应该说是在所有的这个学问当中呢，就是它是这个至高无上的就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呢，我以前也是说过，我们这里的有个别的一些就是道友就是可能是在以前在这个上学的时候呢，就是也为了就是读完就是今年的这种这个文凭，就是这种这个学识的话，那就是也可能花了很多钱，就是也做了很多苦心那这样的话呢，当然这个是我们做人来讲不得不经过这个手续，就没办法的。但真正从他的价值观，从他的真正的价值意义上看的话呢，我觉得是佛教的这样的这个空性意义呢，如今在这个社会当中，如今在任何一个高等学校呢，哪里就是找到就是它的这种这个意义和价值。应该可以，就是有智慧的人呢，就是再三的去这个观察。虽然每个宗教都认为是自己都是很好的，每个学说都认为是自己的这种主张是相当了不起的，但实际上真正对众生带来这个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是，到底是用这个佛陀的教法甘露给我们带来呢，还是世间的一般的普通这个知识呢，就是对我们带来这个问题上面呢，我觉得是有识之士应该再三这个审视这是那个就是讲的这个就是离这个佛陀就是离这个顶礼佛陀